歡迎大家同樣喺評論區繼續講下你哋嗰度嘅情況，睇下毛時代嘅特徵係咪又要歷史重演啊？其實好可能，而且都好正常啊！因為呢種周期性犯錯誤、唔實事求是嘅現象係嗰班北佬嘅特色。佢哋利用自己高高在上嘅特權優勢，完全有充分嘅理由當大部分人冇到，犧牲就你去，着數就佢哋班友仔攞晒，永遠都高大上正確，錯咗都係對嘅。下次又將嗰啲新嘅狗屁優勢決策繼續忽悠你班傻佬，為佢哋嘅新把戲埋單。屌，呢樣好處嗰樣好處，呢樣安全嗰樣安全，嚟繼續等班北佬永遠豐衣足食，代代平安。所以廣東人、粵人一定要識得向北佬說不，拒絕佢哋嘅洗腦行為，為自己嘅子孫着想，做我哋應該做嘅，支持我哋廣東人可持續發展嘅傳統文化、廣東話語權嘅建立。點解當年慈禧太后向八國聯軍宣戰之後，兩廣總督李鴻章可以唔去救老佛爺，可以大聲講完絕不奉詔，等到義和團真係輸咗，慈禧太后仲要多謝廣東人冇去勤王保駕，為中華民族保留翻多少種子啊？呢啲係真實歷史，反映咗北佬民族天生就有一種不實事求是，簡稱黐線嘅傾向。明知道自己錯咗，根本就打唔贏，仲要等呢班屁民去送死。佢哋仲想揾完着數，永遠萬歲萬萬歲，代代平安。呢啲咁嘅黐線傾向喺呢群外族基因嘅北佬身上，總係會不斷出現。點解啊？